其实我高中的时候一直都很崇拜你，邹颖同学。嗨。哇，好凉快啊！是啊。真的打算去投行了吗？嗯。其实我高中的时候一直都很崇拜你，因为你数学、物理一直都满分啊。那个时候我就在想，这个同学大概以后会成为一个很厉害的科学家吧？那样的话，我也会感到很荣耀吧？邹颖同学。可能会让你失望的。不会啊，投行也很好啊。我觉得你不管做什么都会很厉害。曾经有人说过，我很自私。明明有能力可以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，却自私的为了自己所谓的理想，让家人牺牲。那你应该告诉那个人，不好意思，我就只有这个能力。你想啊，如果不像你现在这样，哪方面都能做得很好，只能做好一样的话，其实按照大众的标准已经很优秀了吧？还会有人说你自私吗？那个说你自私的人，肯定是因为你能力种类实在是太多太优秀了，怎么能因为你优秀而怪你呢？我觉得我的逻辑可以啊，不对吗？对，你这么聪明，说什么都对。那是。没想到有一天我们还会聊这些。是啊，相比之下，更奇怪的是，有一天我教你打游戏，不是被骗的吗？你说你下个月投行，大概是什么时候啊？大概中旬吧。那你一直可以教我打到比赛。可以。我们已经算是朋友了吧？当然。